来看台南市哦，掠外来的青皮杜丁，发现讲顶半冬有5成粒，拢伫林德区的大甲里掠到，嘛互大家真好奇哦。今仔日议会市长黄伟德就表示讲会来调查。通知我们。议员公开质询，看今年台南市各区掠到青皮杜丁的数据，想袂到超过一半拢伫同一个里。4815只，他抓到的比例占了56.18%。好。 我善意相信，这些绿鬣蜥都在那边被抓到的，所以我就想知道绿鬣蜥是不是就爱住这里？实际到仁德区大甲里，当地民众确实看到袂少青皮杜丁，除了会出来掠蛇，佫会食农作物。不过当地里长却是讲，看到这款数据真歹相信。顶边遐看一只伫遐哩走来走去，啊，毋过我昨有听人讲哦，讲大甲社区中，去当遐讲掠足济。 中央的网啊，那个炸开，啊，有哪掉了，公司。迄是伫迄个二轮溪的二河床遐看到的啦，毋是伫咱内底啦，我嘛感觉足奇怪。进前屏东青皮杜丁满世界，委托外口厂商来掠，最近煞逼出备案去互收押，引起外界质疑。 不过农业局是强调讲，掠青皮杜丁虽然是委外处理，不过核检的过程拢有照规定进行，无可能造假。那包括大小只都会清点，那我们也会提供大家提供定位点，那之后也有相片。集中在台南市的600多里里面的其中一个里，集中了占50%以上的绿鬣蜥的这个捕获量，我也觉得是这个集中是来的，真的。 难道是纯属巧合吗？我觉得有点怪怪的。半年掠到要5000只，所有挖近3000只拢伫咧同一个里内底。厂商嘛说明，大家里有一边是军营较歹掠，而且佫挖近3野强溪，是青皮杜丁较高聚集的所在。加上附近的鱼温啊，甲私人的土地较济，就较歹入去掠。而且嘛无排除有附近高雄市的青皮杜丁下区走来生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